好声书第12章，伊发现规日得入东方，所做无采工，四界拢是白贼甲强暴，因甲亚述立约，送橄榄油互埃及。上主控告犹大，嘛要照以色列的行为责罚伊，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。因的祖先雅各一太年抽条兄哥的骹后顶，纵然会时甲上帝相ain伊演赢天势，流目屎求祝福，伊特别特地拄着上帝伫遐甲伊讲话。上主是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，所以你着归往你的上帝，持守慈爱公正，不时耐心听候你的上帝。以色列亲像生理人，爱用无公道的秤欺骗人。伊讲：我真正好野，有真侪财宝，无人会当指责我，趁的是坏财。对你出埃及的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要互你搁住伫布边，亲像得手做旗。我捌对先知讲话，互因看见真侪异象，通过因讲譬如。基列有犯罪，伫遐的住民拢无路用，因为因伫结甲献牛仔做祭，因的祭坛会变做亲像横年落到顶面的石堆。早前雅各走去亚兰地，以色列为着要娶某，甲人做工，为着要得着某，替人饲羊。上主用先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嘛通过先知照顾因。毋过因惹上帝生气，主会将因老人会的罪归伫因，因能辱主，主一定会甲因刑罚。